因为大家新年恭喜，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会当伫遮佮各位来见面。也感谢咱教会李俊信长老的邀请，嘛感谢咱教会小会甲中级会的接纳，让我会当佫倒转来。伫遮，咱今仔日嘛要举行圣礼典，咱教会小会议长曾牧师也委托我伫遮来行即个圣礼典。愿上帝恩典施落伫咱的心上，会当倒来咱树林教会，实在真欢喜吼！我知影咱侪兄弟关心我嘛真感谢咱大家的疼痛。兄弟姊妹嘛，请恁毋通佫甲我问一句话，就是讲牧师你会佫倒来嘛？吼，即句话你毋通佫甲我问啊吼！牧师若离开，就袂佫倒转来。吼，我倒来就是做人客。吼，请你会记你即句话。安尼咱较好啦吼。牧师若离开，牧师有牧会的伦理，吼。若照古早美国长老教会的伦理吼，牧师若离开吼，爱离开1500公里啊吼。咱台湾吼，对台湾头甲台湾尾吼，无超过500啦吼。若要照美国长老教会的规矩吼，我就爱去跳海啊吼。吼，我无通走离开1500公里啦吼。不过我会当甲因讲，就是讲我若倒来，就是做人客。咱教会若有啥物需要，真正需要我帮衬的吼，当然我会真欢喜来帮衬吼。不过我更较意爱是讲求上帝，互咱一个好的牧者，互咱树林教会会当佫继续向前来迈进。有伫咱即个好的牧者带领下面，咱有教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吼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毋通佫甲我问即句话吼，你毋通讲啊，牧师你当时要佫倒转来，我会倒来，倒来就是做人客啦，定吼。咱兄弟姊妹若有欢喜的代志、艰苦的代志，也是讲有啥物需要我协助的，当然迄是我欢喜做吼。不过要紧是咱教会咱求上帝，互咱有一个好的牧者来带领咱吼。当然，真正的牧者是咱的主耶稣啦吼。咱来倚靠主，才会当来做成即个美好的工。牧师今仔日用马可福音14章第3节到第9节来甲各位分享一个题目，就是将油抹伫耶稣的头壳顶，将油饼伫耶稣的头壳顶。这段经文的背景，我简单先介绍一下。我简单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。背景内底，咱先看这个时间吼。你若手头圣经，请你甲掀开吼。伫马可福音14章第1节。马可福音14章第1节，咱来看这段经文的一寡背景。先看来时间的背景，吼。这段记载发生伫什么时阵？吼，咱来读马可福音14章第1节，请咱做伙读，请。过2日就是搬节甲除酵的节，这个祭司头甲经学士找看着用什么规矩掠耶稣来害死伊。嘿，14章第1节才甲咱讲发生伫什么时间？搬节甲除酵的节，吼，就是逾越节跟除酵节。这是耶稣这段经文发生的时间，吼，搬节节、除酵节，这是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要紧的节日，是犹太人要对做奴才变做一个自由的人的一个日子，吼，是对死亡变做活的一个日子，吼，是要去尊敬上帝、敬拜上帝的一个日子，吼。搬节节，咱若要详细了解伊的背景，请咱着去读旧约的出埃及记，吼。我伫遮无佫详细讲，我意思来讲。我要重点要讲的，就是讲，请对中这段经文伊的背景是伫搬过节的进前
所发生的。啊，搬过节爱有一个动作，就是爱献祭，爱抬羊，吼，爱献祭。耶稣就是这只羊，吼，搬过节的羊羔，伊会向抬死。来看时间地点的背景吼，伊发生伫什么所在？14章第3节，咱来读一下，请。耶稣伫伯大尼太哥西门的厝坐倒的时，有负责人来带玉盘，内面堆极贵气，真会拿达香油，敲破玉盘，拼伫耶稣的头壳。所以这段经文发生的地点是伫什么所在？伯大尼，吼，伯大尼就我近耶路撒冷的一个城市，小小的城市。若是伯大尼这个小小的城市哦，佮什么所在？太哥西门的厝，吼，中文叫做长大麻风西门的家里，吼。耶稣这个代志发生伫伯大尼太哥西门的厝，伫这个厝内，吼，这个地点咱嘛甲会记伫。伯大尼这个城市发生一个要紧的代志，大项代志，就是列撒罗对四个话，毋知咱有这个印象嘛？吼，列撒罗是耶稣真好的朋友，真好的朋友，总是过身去。伊要过身破当兵的时阵，人赶紧讲去找耶稣来，因为知影耶稣会当医治伊，所以人就去找耶稣，拜托耶稣紧来。但是耶稣听到了后，敢有随来？无来。耶稣是过4日吼才来，人已经过身去啊吼。迄列撒罗已经伫墓里4日，身躯已经臭去啊吼。总是耶稣来到迄个墓前，话讲列撒罗出来，列撒罗出来吼。迄个列撒罗就出来吼，对4个话出来。所以这个地点嘛真要紧。伯大尼是一个死人割活的事件发生的所在，列撒罗对死割活发生的所在，这项事件对耶稣也是非常的要紧，对咱要了解耶稣所做这项代志非常要紧。佮伊是太哥西门的厝，太哥是人毋爱就近的，嘛足惊就近的吼。根据医学的研究，圣经所写的太哥，甲咱即卖太哥看起来无啥共款，吼，看起来应该毋是即卖咧讲的太哥，因为迄款镜头、迄款现象，拢差别真大，吼。圣经讲的太哥，甲即卖讲的太哥是无共的。毋过咱刚知影，至少咱知影一项，就是讲一个人若遇到太哥，迄就是无清气，伊就爱去到远远的所在。到伫无人住的所在，到伫真荒废的所在，伫遐家己住，吼，袂使就近伊，因为伊是一个无清气的人。伊若要去厝外要办代志，伊就爱热面吼，爱热起来，爱黄起来。啊，若看到人，就爱赶紧发，无清气，无清气，我是太哥，无清气，无清气。迄是对心内一个足大的咒诅，嘛是足大的伤害。一个人一直话讲，我是太哥，我是一个无清气的人，恁赶紧走，恁赶紧走。迄是足艰苦的代志。亲人中间若有一个人遇到太哥，迄对迄个亲人来讲，迄个家庭来讲是真大真大的伤害。西门伊捌遇到太哥，即马好无？可能已经好啊，吼！伊可能因为太哥边叫耶稣医好，所以真欢喜接待耶稣，讲耶稣来阮兜住，耶稣来阮兜住。真侪人毋敢去，因为讲啊，迄人过去捌遇到太哥，迄无清气，迄万一去若叫染着要安怎？吼！可能真侪人毋敢去，所以西门可能是一个真孤单。人看毋上目的一个人，
却是虾米人到伊的厝坐倒？耶稣来到伊的厝坐倒，这意义非常的无共，非常的无共。你甲恁讲，虽然你是无清气，耶稣依然爱你，耶稣会医治你。人看你唔像肉，耶稣看你做宝贝。你的病是绝症，医袂好，耶稣是医治的主，伊会医好你的症头，一切的症头。人唔敢就近泰国人，耶稣却是用亲身的行动来甲伊亲近，用这来对人讲，这个人是我所欢喜的。这非常的要紧吼，所以这地点咱嘛爱甲记起来。伊是发生伫什么所在？北大年泰戈西文的厝。第三个背景，咱来看吼，这有什么人物？圣经内底记着几个人物吼。第一个就是耶稣，这是主角。第二个人物就是讲有一个负责人，有一个负责人。吼，马可福音敢若讲有一个负责人。咱若去看马太福音、甲路加福音吼，甲约翰福音，你就知影讲，这个负责人就是玛利亚，就是拿撒勒的姊妹，毋知是姐姐还是妹妹啦吼。因兜三个啦吼，马大、玛利亚、拿撒勒，这两个姊妹，一个兄弟，这个家庭是耶稣真好的朋友。吼，耶稣就是来到伫玛利亚。马大拿撒勒的所在，这个负责人是甚么人？就是玛利亚。玛利亚摕着玉盘来饼香膏、香油，伫耶稣的头壳顶。西门的厝内底，也佫有其他几个人吼，其中有几个是门徒，特别要讲到犹大吼。马可因无讲到犹大。总是咱来看马太甲约翰，就会当看到有一个门徒叫做犹大，出卖耶稣的。过来看第四个背景，一项物件，真宝贝的物件。这个物件就是用玉盘兑真极贵气的真的那达香油。这是一个香油，等下我来讲吼。一个玉盘兑真正贵气真的那达香油，这个真要紧的物件吼。来讲最后一项的背景，请咱看最后一项的事件，就是玛利亚伊将油，这个真的那达香油，真贵气、真贵重的那达香油，摒伫耶稣的头壳顶。这个背景，请咱拢家记起来吼。时间发生伫半过节进前，地点是伯大尼泰戈西门的厝。人物有耶稣，有一个负责人，就是玛利亚，还佫有其他几个人。物件就是有一个玉盘兑真贵气的真的那达香油。玛利亚将这个真贵气的那达香油敲破，摒伫耶稣的头壳顶。煞接来讲，这个香膏啦吼，来讲这个香油，中文叫香膏啦吼，台语叫做香油。这个香油，我嘛小可讲一下吼。这个香油毋是以色列本地所生产的，这个香油是我去查考这个资料，伊讲这香油是对这个喜马拉雅山那里的树。从它的树根提炼出来的，对一个高山真高的山的顶面的树啊，伊的树根甲提炼出来油，提炼出来油运送到伫中东，到伫以色列这个所在，有人因为迄味真芳真芳，人就甲买做特别的用途所以这香油是真贵气，因为本身无生产。伊是国外进口的，这国外毋是讲甲隔壁国，伊是
足远的所在，1、2千公里以外，3,000公里、4,000公里以外，遐尼远的所在，佫是伫真悬的山顶，的树仔提炼出来的香油，所以真贵气。偌贵，则讲吼，一个玉盘偌大吼，等者有一个图互咱看，一个玉盘则细细啊，若定啦吼，细管啊，但是值偌济钱？圣经讲伊值偌济钱？14章第5节，即个香油卖伫阮啊300外个来互送香人吼，这是台语是忠于原文啦吼，你若知影，真侪人看轻台语圣经吼，其实咱台语圣经是忠于原文的圣经啦吼。好。因为原文就是写300外个银啊，但是咱中文翻做30两银子哈。不过你不要计较这些哈，它的重点在于说，它的价值等于一个平常人1年的工资啊。好，不管中文是写30两银子、30多两银子，还是台语写的300外个银啊，伊咧讲的表达的价值就是讲，这个香油的价值是伊的价值是。一个普通人做实1年所得到的薪水去买吼，完全比如讲1个月赚2万来讲，咱台湾平均吼上低工资2万来讲，1年啊偌济万？工资2、4万吼，1个月2万嘛，1年12个月都要2、4万，吼来算2、5万好啦吼，中间加减减。一个普通工人工资吼上基本的工资，25万，用25万的价钱来买迄个真的哪达香油，迄个香油是遐尼价值25万，一个人1年的工资，香油非常的宝贵，非常的宝贵。来看这个香油的用途吼，伊香油的用途主要有5项。第一项就是讲伊会当摕来抹，啊若抹一个物件，就讲这个人这个物件分别做成，互上帝来用。啊若抹一个人，就讲这个人分别做成，这个人互上帝做采用吼。呀，圣经出来记记30章22节到32节，遐有讲到物件。用油抹吼，伫圣殿用的物件，就要用油抹来分别做成，互上帝采用。啊嘛有人吼，比如讲扫罗要登基要做王，嘛爱抹油吼，先知、君王等等，这拢爱抹油。意思就是讲，伊甲人无共款啊，抹油了后就分别做成，爱互上帝采用。香油的第2项用途，咱来看吼，就是美容。化妆美容来用的吼，路得记3章3节，才讲到路得要去找普阿斯吼，伊的大家就甲伊讲，啊，你着爱抹油，抹芳芳吼，啊去找普阿斯吼，这香油是要美容的路用。第3个用途是啥物？就是要好款待人客，人客若来做主人的吼。你若用油来抹主人的迄个人客的头壳，这是一个礼貌，是一个礼仪。吼，啊，一般拢是安尼意思吼，抹一个。但是玛利亚毋是，伊是敲破玉盘拼落去，吼，这是完全无共款。这等者佫讲，那咱若要知影这实际经文，你着甲抄起来，吼，你转去家己看，吼。我要讲的就是讲，香油有一个用途，就是讲，伊是用来抹人客。人客若来咱的厝呢，咱做主人的吼，有一项代志爱做，就是甲你的香油摕出来，啊抹伫人客头壳顶，这是对迄个人客的一个尊重，也是一个礼貌，都爱做。你若无做，就对人失礼。吼，像咱台湾人真好客。人客啦，像过年过节，人客啦来咱兜，吼，咱较常拢是捧这茶饼，吼，糖仔饼，啊，讲来用一下甜的，吼，
啊，若有这个细囝来，啊，咱就包一个红包，顶吼，啊，椅仔来传好，茶水来，啊，请坐，人客来请坐，这拢是基本的礼貌。当然日本就无共款啦，吼。我听讲，若日本人拢是徛伫门口伫讲的，吼，就无伫厝呢，吼。呀，换句话，我要意思要讲的讲，对待人客有一寡礼貌爱做，其中有一项就是爱用香油抹头人客的头壳。第四个用途，香膏的用途就是埋葬咧路用的，埋葬的路用吼。耶稣过身去吼，耶稣受定十字架，死去了后，约瑟将伊的身躯取落来，啊，要埋葬落去迄个石墓内底。伊进前吼，着爱先甲抹油，啊，佮包即个抹布，吼，啊，佮用一寡香料，就是吼，这是香油的第四个用途。第五个用途，也是最后一个用途，就是医治。雅各书5章14节到16节，遐有讲到，人若破病，会当请教会长老来，啊，为伊祈祷，吼，为伊抹油祈祷。吼，所以咱即马嘛毋通失去即个圣经的教示。吼，一般咱即马拢是为人祈祷，其实你若有油炸咧，吼，橄榄油也好，吼，是讲迄个油你分别做性，啊，用这油来共抹油祈祷，这对咱的信仰来讲，并毋是一个异端，真都是好好会当来甲运用的。吼，抹油来为人祈祷。出伫信心的祈祷会当医治迄个人，毋是迄个油会当医治人啦。吼，当然油有时有医治的功能，嘛会当医治人。总是较要紧是迄个出伫信心的祈祷会当医治人。这是香油的一寡用途。吼，我讲这背景了后，咱倒转来讲马可福音14章所发生的这项代志。这项代志是讲。耶稣来到伫即个泰戈西门的厝里，伫遮食饭。有一个妇人人，就是玛利亚，摕一个极贵气，用玉盘底咧，极贵气真诶哪袋香油。即个香油是值一年的薪水。你一年看赚偌济薪水，买遐个香油，要抹耶稣，啊，伊毋是安尼简单抹。毋是讲啊意思恶一个爱甲你抹，毋是，伊是敲破玉盘，规个拢甲拼落去。这是这个事件特别的所在。伊是敲破玉盘，拼伫耶稣的头壳顶，结果引起边仔人的受气。边仔人吼，第4节14章第4节，有几若人受气，三甲讲。咱做伙读好啊！吼，恁读我就知影，恁有对着我。马可福音14章第4节，请咱做伙读。请有几若人受气，三甲讲，安尼破坏即个香油有啥物路用？因为即个香油话卖得银仔300外个来互送香人，就毋愿意。吼吼，你有看到啊？玛利亚是。摕即个玉盘敲破，拼伫耶稣的头壳顶，边仔人就开始生气啊！开始礼骂，开始生气，讲你哪会遮浪费？你哪会遮讨债？你为虾米安尼破坏？你敢知影？即个香油一罐会当卖300外银仔呢？你一年的薪水呢？你若毋将伊摕去卖？啊，卖了后会当去真济送香人啊！你太遮哪有人安尼呢？无人安尼做啦吼！有即个讲一句，迄个讲一句，迄个讲一句，吼，意思讲毋愿啦。看到安尼哦，感觉足讨债，感觉讲玛利亚真戆，你太讨会当做即款代志。总是耶稣的评论是啥物？咱来看第6节啦吼，请。若是耶稣讲出在伊，恁啥事挑战伊？伊所行来款待我的是好事，因为常常有送香人甲恁伫地，爱好款待因，不管是拢话。若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，
这个负责人是尽伊所为的来做，伊大声将由我的身躯来陪伴埋葬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普天的无论什么所在，传福音也要讲起这个负责人所行来纪念伊。这是耶稣对这项代志的判断。玛利亚敲破玉盘，饼香油伫耶稣的头壳顶，其他的人开始受气，毋愿、勒骂、指责、批评，啥事遮尔浪费？迄个香油偌贵，你敢知？一年的薪水诶！你摕去卖，会当真侪送香人啊！耶稣讲：“你为什么甲因挑难？互伊做？伊所做的是好事，中文叫做美事。好事跟美事不太一样了哈。好事、美事、美事、美的迄句有另外一个意境了哈。好事跟美事有点差别哈。耶稣讲，玛利亚所做是一个好事，毋那是一个好事，佫是一个美事，美好的事。意思来讲，耶稣真欢喜这项代志，看做真宝贵。耶稣真欢喜接受玛利亚的这个抹油。边仔人讲啊，这会当真侪送香人呢，一年的薪水呢，会当真侪送香人啊。耶稣讲，恁吼送香人常常会当甲恁伫地啦。恁吼出去街路去店呢，去倒位定定会拄着送香人。因定定拢有啦，送香人定定拢会拄着啦，总是我无定定。恁爱好款待送香人不管是拢话啦，若是我呢，无常常甲恁伫地。什么是要紧？到底送香人较要紧，还是我耶稣较要紧？门徒会勒骂别人会指责，敢若讲无采工，拼伫耶稣的顶头无采工，耶稣无价值，无迄个必要。无迄个价值，因颠倒认为，敢若送香人较有价值的款。煞接落去，耶稣讲，这个妇人所做是尽伊所为来做，伊是尽伊所为，伊会当做啥物？伊就尽伊的困难来做。而且耶稣讲。这个抹油是为着伊来陪伴埋葬啦，为着伊来陪伴埋葬。我拄仔讲香油、抹油有一个路用，就是埋葬埋葬是人咧路用的。耶稣也未死，总是这个玛利亚甲抹油伫顶面，其中一个意思，就是咧为耶稣陪伴埋葬。所以耶稣讲。普天的无论什么所在传福音，也要讲起这个妇人所行的来纪念伊。而且我用真的爱，甲虚情假意的爱，来甲各位分享。咱嘛知影这中间的一寡对比啦吼。真的爱是生做啥款？真的爱就是讲有4项，请恁家记起来吼，我无写伫 PowerPoint 顶头。真的爱真爱有4个特征。第一个就是不满足于只做对的事啦，不满足于只做对的事，真正的疼，就是讲你袂满足，干那做对的代志。学音乐的人拢知影学音乐的人，你若一个谱来一个谱来，弹琴，顶头有1拍，有2拍，有3拍，有4拍。有1/2的拍，1/4拍。你弹琴弹琴，你若每一音拢弹啊真对，这叫做对的事啊。一条歌若安尼弹，会好听袂？袂使讲伊歹听啦，因为弹对嘛每一拍拢对啊，应该长就长，应该短就短，每一拍拢对，你袂使讲伊歹听。
但是爱，你若要唱一条情歌，这条歌是一条情歌，爱情的歌，你要唱互你的爱人听，你会讲来，我唱互你听，一拍、两拍、三拍、四拍，我唱啊拢对，你的爱人敢会欢喜？哈哈哈！你唱看卖啊！当然毋是讲袂欢喜啦，因为你唱啊对嘛。但是若是你所爱的人，伊较毋是讲你敢若对唱对就好，伊较爱讲，你会通佫加付出一寡无？将你的感情下落去，将你的欢喜，将你的羡慕，将你的心甲下落去，迄就无共款啦。一条歌是出伫爱，甲无出伫爱，迄唱出来就无共。听的人嘛拢听会出来。共款，真的爱，玛利亚对伫耶稣的爱，毋是讲干那满足伫干那做对的代志啦。人客来香油甲抹抹，毋是，伊是敲破玉板，一年的薪水拢甲拼落去。真爱是不满足于只做对的事情，他会做美的事情。真爱是不满足于只做对的事情，而是做美的事情。第二个，真爱的特征就是不计算代价。无计算代价，无计较迄个代价啦。假的爱，讲也是讲无真心的爱，是计算代价迄是即个香油是值300外的银仔，300外的银仔，300外的银仔，这是开始计较。真的爱就是讲，不管你偌济。我就是奉献予伊，不管你偌济，无计算代价。边仔人会感觉足浪费的，但是做的人会感觉我足甘愿的。我甘愿安尼做，不管伊偌济钱，我无计算迄个代价。边仔人会感觉浪费，你若感觉浪费，迄个疼毋是真的疼，真的疼就是讲你安尼做，你袂感觉浪费。你也甘愿。第三个，真爱的第三个特征就是抓紧机会，立刻去做。抓紧机会，立刻去做。机会来啊，听调，马上去做。那用谈恋爱来讲，你爱甲你的爱人，甲你所爱的人。你交往，机会来，你一定甲聊调，敢毋是？你讲我小等者啦，明年才有讲，哈哈哈。昨甲一个亲人咧组织，应该嫁娶呢，甲伊的女朋友已经行几啊年啊，甲问讲，你有甲求婚无？阮即个亲戚讲，我着毋知影甲求婚呢。我讲，你著开喙就对啦，赶紧甲开喙，伊就会答应。伊讲，我想讲明年、后年再来讲，明年搁后年，明年搁后年，就真歹讲啊！那你若真正爱迄个物件，你就会讲机会来，赶紧甲聊调，马上去甲表示，马上去甲表达，这是真的爱。玛利亚就是安尼，耶稣来到厝里。机会来啊！拍破玉板，拼伫耶稣的头壳顶，马上做。其他人伫边仔看，你若遐浪费，遐讨济，摕去真济送乡人啊！这是失去机会。最后一个，真爱是冲动的，真爱是冲动的，但不是盲目的。盲目跟冲动不一样。真爱是冲动的，就是有一股力量，有一股冲劲，你就是要去做。你不会说坐在那里等，坐在那里苦苦的等。真爱是冲动的，讲你就
有一个力量，你着真想要去做，吼。你袂使甲伊讲啊！你着即来计算吼，即1箍2箍1万2万，毋是安尼讲吼。你迄个真爱是冲动的，玛利亚就是安尼，是冲动的。咱若要为主做工，为主做代志，要做日主的心上，嘛是需要即款冲动，有一股冲劲。你如果是这样很有理智的，不是说理智不好啦。但是太过理智是不好的，因为理智里面太过理智就很冰冷，你只讲究对或错，不是说理智不好了，而是说太理智就变得很冰冷了。真正的爱你会有一股冲动，你的真心要甲牵掉，不爱互伊走去。男女的谈恋爱嘛，亲像安尼。也毋是，你的爱人，是讲你所爱的人，住伫高雄，伊的生日到啊，你若爱伊，你会安怎？至少嘛敲一个电话，伊讲迄敲电话真贵呢。我用 Skype 免钱，毋是讲用 Skype 毋对啦，但是讲你若一个开始的动机就讲迄真贵呢。坐高铁落去，佫起来爱3000块、4000块，迄真贵呢。你的爱若是出伫即款计较、计算，3000、4000一工，我一工来去外口趁钱就3、4万啊！我开3、4千块，就去甲伊庆生，就佫起来，这伤了钱啊，伤浪费啊！即个爱若是出伫计算、计较，迄就毋是真正的爱，真正爱会愿意牺牲，会甘愿，会有一个冲动。我愿意安尼做，敲破玉板，我嘛甘愿。玛利亚就亲像安尼来做伫耶稣的心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你心上嘛有极贵气的玉板，真的哪搭香油？什么是你真的哪搭香油？每一个人拢无共款，有可能是你的时间，有可能是你的金钱，有可能是你的个性，有可能是你的温数。迄个温数，也是讲这个时间、这个金钱，你是感觉足宝贵的，足宝贵的。亲像这极贵气的那台香油，是一年的薪水，你感觉足宝贝。你着将这个献予咱的主。愿主帮助伫咱。咱三甲来祈祷。慈悲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，你用玛利亚做伫耶稣的心上这项代志来做阮的模样。主啊！阮有时因为信主久久，煞来袂记起，主你是遐尼宝贝，值得阮献上一切，献上上好的。主啊，帮助阮，掠你做宝贝，欢喜献上互你。主啊！阮的财情献予你，阮的金钱献予你，阮的心思、阮的意志献予你，求你帮助阮。主啊，有时阮的心会倒退，会冷淡，失去对你的疼。主啊，求你就用火来烧阮，用圣神的火来烧阮。互阮恢复起初对你的疼，主啊，求你帮助阮。阮今仔日也真欢喜，有你所竞选的2个姊妹要受洗礼归伫你的名。主啊，
我嘛为着因祈祷，为了为金宝姊妹祈祷，为着维君姊妹来祈祷，求上帝，你也帮助因，主啊，因欢喜来敬拜你，接受你做因独一的主，求你恩待因。阮安尼祈祷，恳求靠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